平花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联合第6号。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阿爸上爱讲的一句话。那是一句话，会当互人为恶作的心情内底找到趣味，改变一个人的言行思想，生活更较精彩。安尼上较有意义的一句话，就是阮阿爸上爱讲的迄句：爱拼才会赢。会记得伫我拄读国中1年的时，学校有举办一个台语的演讲比赛。迄当阵，热扑扑的我随举手自我推荐。阮常想讲，都讲台语尔，应该是真简单。想袂到，伫准备的过程，煞去遇到真侪困难。会使讲是10个半母鸡拢爱1点，才有法度着顶。拄开始，我就想要放弃，尤其搁听到阿母甲我拍一嘴，煞去啦，莫遐无用，声也毋是介好听，搁袂晓演，袂去比赛，愈想愈会去。好佳在阿爸看我一直想要放弃，感觉真无彩，在心中正经甲我讲：按查某囝的，你敢捌认真去想过阿爸常常讲的一句话：爱拼才会赢咧。若是你即马就放弃，安尼真正的努力，毋就拢白了工啊！家己无去试看卖的，才会知影敢着无法度咧。无表情唱看卖，才会有赢面的机会。听过阿爸一句话了后，我真正是无日毋知道，无手毋知道。时间是遐尔宝贵，才会堪得乌白拍算的。自安尼，我着设一个目标，伫有限的时间内，稳稳练习，豆豆准备，脚踏实地去做，认真骨力完成比赛。人讲有烧香有保庇，有食药有行气。机会是留予已经准备好的人。若是家己准备好，安尼机会来的时，就会当好好把握。假使完全无准备，敢当一支喙呼噜噜，口水无止，讲着全头路，要做无半步，安尼就老人食红钱。讲无效，袂迄摆的比赛真正互我有着名，互我真欢喜。一直到即马，变当我拄着困难，也是要输死的时，我就会想起阿爸上爱讲的迄句：爱拼才会赢。因为迄句话解决我真侪问题。嘛帮助我走出家己的一条路。我的演讲到这结束，感谢大家。